今日来遐知讲袂当你去看就对啊。进前拢唔知影嘛。知啊，进前我有礼拜啊。今日我带你来看，你会做失望袂？会咯。会咯。你用偌久来看一届啊？哦，我拢一礼拜。一礼拜看一届。啊，妈妈伫遐做偌久啊？做两单外。啊，几岁啊？妈妈几岁？93。93。哦。安尼我甲伊借问者吼。你敢会晓用手机啊？袂。你敢会晓上网？袂。袂啊。啊，所以你用爱考恁囝对啊？我都唔捌你啊，所以你爱考你孙啊是后生还是囝？囝啦。等你下班啊配合因的时间落去看，啊你会足无方便哦。无方便的咧，有时啊看换较对啦。配合做防疫，那么可能就是说，可能我们机构就会随着疫情的变动去做一些探视的机制的变动。那常常呢，就是家属呢，就是想要进来，因为我们探访人次太多了，一天可能达到60-70个人。那进来的话，那就是我们的照服员、护理人员也好，前台也好，就是必须去帮阿公阿嬷整理什么推下来，然后这样子就会增加这个照服员的工作的那个负担。那这样子的话，本来这样子，我可能一天白天我可能要用到6个人，我可能要用到8个人才够应付这些事情，就会多出2个成本。那再者就是进来这个防疫的关系，就是在前台的这个询问室 TOCC 这个很重要，包括量测体温。那我必须请一个专责的，就是在专门做这些事情。那他就是也是增加了我的那个人力的成本，对。然后你不可以前台这个，因为它暴露的风险太高，你总不能说都没让他休息，一定还有第2个要顶替这个位置。所以相当于就是说，这样子的人力上面成本，它势必就是会提高。那这些就是无形中在防疫期间，机构必须多吸收掉这些成本。所以机构呢也不知道可以撑多久。其实因为防疫的部分啊，其实就是因为分仓之后，那其实照服员的部分，它本来其实照顾的部分是一个平面式的，但是它现在变成说它是要楼层跑。那楼层跑的话，就是第一个会增加照服员的身体的体力的负担。第二个，我就觉得说，它人力的部分啊，就是我们因为这样子的部分啊，人力的排休也会比较多，因为你还是要顾及到照服员的体力的部分要排休，那会造成人力的部分比较吃紧。那又因为武汉肺炎，其实我们现在要应征照服员，其实目前登的报纸也没有人来应征。那这个当中这样子整个防疫的这个政策的施行，那有部分业者也有提到说会增加你们成本的支出，那大概有增加多少？你看呢，其实因为分仓之后，对不对？其实分仓之后，其实原先有一些的团体活动是取消嘛，因为外聘师资，这个外聘师资他可能会在社区就是拍拍照，那么也会把我们担心说也会把这个病人带到机构里面来。所以就变成说我们的外聘师资全部取消，那所以我们增聘的部分就是我们刚有说到人力的部分嘛，那还有就是我们分仓分流，我们请水电工赶快加紧的部分，那还有我们的视讯的部分，我们为了像我们的视讯除了可以手机视讯之外，我们也可以面对面的视讯，所以我们赶快买了一个阳伞，那也为了长辈他可以在上面楼层分仓之后，他不会没有团体的一个聚集活动，他不会太无聊。所以我们马上又买了移动式的卡拉 OK， 让长辈在上面，因为它是直接式的，就是移动式的，可以让长辈的部分啊，其实也不会有可以唱歌啊、消遣的部分，不会因为分仓之后啊，其实会造成一个恐惧的部分。在同一个空间里面，只是他用那种白透明的塑胶把它阻隔了，那叫分仓。对，这个有用吗？这个以你专业的看法，有没有用哦？我的专业看法是这个东西，它就是因为它毕竟分子还是有存在，并不是完全都是真空里面的，所以我是觉得它还是病毒还是都会进，还是有疑虑。对，还是有疑虑。好，擦一下。